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卖水果的这个盘商的这个群聚的感染，还佫继续咧扩大。讲这个彰化溪湖的歌唱班，40个人当中有22个人确诊来胃着病毒，相关的疫调还佫咧调查。啊，这个传播链的源头都是卖葡萄的迄位太太，伊到台北的网咖去做生意，去互胃着病毒，唔知影。隔工，这个歌唱班的老师隔查囝请人客，这个太太去啉喜酒，甲这个歌唱班14个成员接触，所落来，这个歌唱班大家佫烧酒做伙上课唱歌，结果是摊卡规定拢胃着病毒。啊，当咧隔离的这个人员咧，确诊隔离的这个人员有接受到咱的电话访问，因讲咧唱歌的时阵拢无挂喙罨，嘛无来保持着社交距离，去互胃着嘛唔知影。结果咧，这个期间有朋友来找伊，伊嘛去苗栗来探病，拢唔知影要来闪避，恐惊这条传播链传出去的疫情也未收煞。中华溪湖歌唱班去年10月举办发表会，大家欢欢喜喜伫台顶唱歌，想嘛未想到讲7个月后，新竹歌唱班40人有22个确诊。唱歌要戴口罩，拢嘛脱口罩，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。伊是确诊的歌唱班的成员，伫隔离治疗中接受电话访问，伊讲伊甲因太太拢是参加歌唱班去怀着的。等伊找了，伊个未婚查某囝1个月3个人确诊。歌唱班会倒，主要是因为这个葡萄家族的葡萄妈妈，伊伫个5月初6、初7去网咖卖葡萄，敢若是这个时阵怀着的，也毋过伊毋知影。车别等去彰化去啉歌唱班老孙查某囝的喜酒，当时歌唱班有14个学生嘛去参加，其中有人不知不觉就被怀着啊。10日大家搁做伙唱歌，唱歌时无挂喙罨，嘛无保持安全距离。13这个葡萄妈妈确诊，消息就出来，这个调查已经被负案。歌唱班回来之后，我还有朋友到我家里来，如果我知道我怎么可能会也去做这种感情，还跑到苗栗去探病。彰化溪湖电煞变成疫情重灾区，疫情拖到倒位要伫追踪。台中市政府避免病毒的扩散，领先全国伫车头加票出口的所在，放消毒水盘，互人客搭过。可能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点。这个太好了！如果要消毒的话，应该是全身消毒会比较好。康保局讲，这个消毒水盘，接用时间每2点钟会换1摆，利用时间每5点钟换1摆，是讲安尼重复使用，敢无问题？还好啦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啊。因为它主要的是接触跟飞沫的传染嘛，标底没有那么高。专家强调讲，新冠病毒的传播主要是爱避免接触甲喙烂，手莫乌白蒙，爱较常洗手咧，爱消毒，要有喙罨爱挂好，这才是防疫的重点。